我頂！大家有冇插到啊？房貸利率直接降到零啊！以後啲月供只需要還本金，1年落嚟呢就可以慳翻幾萬蚊嘅利息。最近呢就有位經濟學家提議啦，將啲房貸利率階段性降為零，月供只需要還本金，1年落嚟呢就可以慳翻幾萬蚊嘅利息，仲可以撬動萬億嘅消費，將呢個經濟拉翻起身。而且呢個呢唔係永久嘅。等經濟回暖呢，佢就回調。孭住高額房貸嘅朋友呢，呢個消息簡直呢係爽翻天嘅。尤其係20年、21年高位上車嗰啲人，一路睇住呢層樓貶值，一路孭住高額嘅房貸，呢一個簡直呢就係雪中送炭啦。但係呢個現實呢係非常之殘酷嘅。利率降為零對普通人嚟講，簡直就係天大嘅好事。但係銀行呢唔係慈善機構。佢哋呢係靠存貸利差去還錢，以2%左右嘅利率吸收存款。咁房貸呢又係銀行最優質嘅資產喎。咁全國存量嘅房貸規模呢係接近38萬億元嘅。零利率呢就等於令銀行去做蝕本嘅買賣，隨時都會影響金融嘅穩定。咁你哋諗銀行會唔會肯做呢？利率降為零，套利輪漲，一定會滿天飛。有啲人會借住零利率貸款去炒樓買理財，反而吹大房價嘅泡沫，最後蝕底嘅都係我哋啊！更關鍵嘅係國家嘅政策一直強調穩字當頭，呢種極端嘅猛藥完全係唔符合當前經濟穩步復甦嘅節奏。咁你哋覺得房貸零利率有冇可能會實現呢？評論區嗰度傾下你哋嘅諗法。